呢日嘅行程係嚟朱家角古鎮，由人民廣場坐車過嚟咧，都要坐咗個幾鐘頭車㗎。可能咧坐地鐵嘅時間咧會比佢快啲添。古鎮咧係免費入場嘅，除咗3個景點係需要收費之外，咁坐呢啲船咧都係需要收費嘅，圍返每人咧係50蚊一位。每6個人咧就可以包一隻船，咁我哋3個加埋另外3個遊客咧，咁剛剛好可以包到一隻船啦。咁俾300蚊咧就可以遊覽晒咧全個河道嘅。大家而家咧睇緊我哋咧坐緊船，兩邊嘅景色咧真係好靚啊！咁一場嚟到古鎮，當然我哋一定要坐船先啦，欣賞下咁優美嘅景色。朱家角古鎮咧係1991年咧就被列為上海歷史文化嘅名鎮，到咗2004年咧就被評為國家級4A 嘅旅遊景區。古鎮入邊咧有好有名嘅北大街啦、霍山橋，仲有就係貨值園，以及咧大清郵局等等啦，都係值得一去嘅。大家見到咧，我哋而家坐緊嘅船咧，都係遊覽緊兩岸啦。其實坐船嘅時間咧，又唔係話特別好長，不過咧沿途咧又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建築物啦，唔同嘅特色嘅景點。沿住兩邊嘅河道咧，坐一架船，你都可以影到好多相，打到好多卡㗎喇。上岸之後咧，就可以慢慢步行裏邊嘅內街。無意中咧經過一間叫做萬嘅咖啡店，裏邊咧有一隻好可愛嘅比熊犬。入到咖啡店入邊咧，有好靚嘅打卡嘅景點位。我哋咧坐低咗食 lunch， 同埋叫咗啲咖啡啊奶食飲。喺咁優美嘅環境咧，嘆咖啡咧真係好超。喺步行橋咧影落去嘅相咧，出嚟嘅效果咧都好靚，唔錯喎。返到酒店咧，今晚決定係叫呢個美團嘅外賣返嚟食，揾多間叫姚雞王嘅美食。我哋叫咗成隻雞，加埋一碗湯，仲有另一間叫鼎牛肉麵，叫咗紅燒牛肉麵同埋青菜。加埋咧喜茶做我哋嘅晚餐，真係非常豐富啊！